爸爸，你要直接讲哟，直接讲，嘿，你再讲。还是明仔再讲？会使哦。会使。烟灯线，烟灯线。哦，烟灯线。来，老师，烟灯线对不对？厉害厉害厉害！嘿，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咱刚得到第2分哦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有的词是华语、台语共用啦，吼，啊，这嘛其中一个例，啊，迄个长呢，吼，当然即马大家拢是讲长，烟长，烟长，啊，毋过嘛有少数人可能会用文言音讲，所以因为烟是文言音啦，吼，啊，长是白话音，啊，有的人是长会用即个文言音叫做中啦，所以可能少数人会用烟中线安尼来讲，嘿，啊，烟长线当然真白话啦，吼，对，啊，嘛有人是讲，因为迄变做是迄个线以外，迄个做有无？会几啊空嘛？对对，几落空。啊，有的人感觉讲，迄可能算一排安尼啦，吼，所以嘛有人发明排叉的讲法啦，就是规排会当插电的排叉嘛，有人安尼发明啦。